昨昏半暝，高雄左營一台車駛佇咧民族一路刷去弄到安全島，車全並去，也第一時間是無看到駕駛。這個駕駛是老鴇，佇咧代誌過1點鐘了後才自首，是驗到駕酒駛車移送法辦。也林武嘛發生車禍，一台車若像講無讓歐多拜，甲人弄落，也騎歐多拜的不幸死亡。肯定無人啊。高雄市民族一路這條重要幹道早暗車是真濟，13半暝漢境有封鎖線封車道，因為一台深色自小客車弄向分隔道了後，四輪變上天，高度火燒起來。可是聽到聲音，然後跑出來就看到車子就翻倒。啊，是怎麼樣的聲音？就嘣一聲很大聲。大聲。哎，對。啊，講有起火嘛？哦。對，沒錯，有起火。好在在邊就是消防隊火勢第一時間拍花，啊，不過車自動了後，駕駛就逃離現場。1點鐘了後，才到警局自首，被測出酒精濃度超過標準。警方循線查獲駕駛蔡姓男子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險罪嫌，函請橋頭地檢署偵辦。警方將駕駛照公共危險罪送辦，酒後駛車行為告發，高調考駕照。另外，在金埔區發生死亡車禍，10時透早在金埔區定關路，有騎機車人經過時陣，被一台自小客車弄到，機車騎士含血昏迷，送醫搶救1點鐘，也是救無回來。雙方經實施酒測及抽血均無酒精反應，初步研判為由男駕駛自小客車路邊起步未禮讓行駛中之車輛導致肇事。警方表示，雙方都無酒後駛車，疑似是自小客車駕駛無讓行駛內底車造成車禍，依照涉嫌過失致死罪送辦，各請司法上驗來調查清楚事故原因。記者綜合報道。